春天天氣潮濕，有唔少人都會皮膚病發作。喺中醫嘅角度，點樣治療皮膚病呢？陳醫師啊，點解咧喺春天咧特別多人咧有皮膚病發作啦？同埋邊類體質嘅人咧容易有皮膚病咧？香港春天咧比較潮濕嘅，大部分香港人咧10個基本上9個都係寒濕體質，中意食啲生冷凍嘢啊，脾胃入邊咧寒濕比較勁。咁一般嚟講咧，寒濕重嘅時候咧，再加埋外邊個春天咧濕氣重，即係話外濕同埋內濕咧會互相影響。咁互相影響嘅時候咧，你身體入面啲毒素咧就會谷咗喺個肌表，即係個皮下。咁你皮下啲毒素多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刺激嗰個免疫功能，會令到啲毒咧進一步排翻出去。而呢一個動作咧，會令到個皮膚病咧會爆翻出嚟。咁其次咧，當你潮濕嘅時候咧，你皮膚屏障功能其實係下降嘅。皮膚屏障係保護個身體噶嘛，保護啲外界啲菌，防止佢入嚟噶嘛。而家皮膚屏障跌咗落去，咁你個皮膚咁咪進一步點樣啊？爆發咯，咁你個皮膚病咪出咗嚟咯。喺中醫角度咧，點樣治療皮膚病咧？喺中醫角度咧，唔同嘅皮膚病個治療其實係唔一樣嘅。譬如話你牛皮癬啦、濕疹啦、真菌感染啦、蕁麻疹啦、風爛嗰啲嘢咧，其實個症型都係唔一樣嘅，個病情都唔一樣，所以其實治療咧都係分開嘅。但有一點咧係相同嘅，係咩咧？就係首先排晒身體入邊啲毒素先，無論你啲寒濕又好、濕熱又好、淤血又好，總之身體入邊啲毒素第一時間我哋中醫角度會排咗先，排晒啲毒之後，我哋再恢復翻佢自身個氣血功能啦、肝腎功能啦，促進翻個新陳代謝，加強翻佢嗰個免疫力。個免疫功能升到上去，再加強翻個皮膚屏障，咁即係話啲菌第一入唔到嚟，通過表皮入唔到嚟；第二食翻去嘅毒素，你通過加強咗肝腎功能，加強咗你個自身個抵抗力，咁你身體識得幫你分解啲毒素，識得幫你分解、幫你排翻出去。咁所以呢一樣嘢，內在同埋外在都感染唔到嘅時候咧，咁先可以做到一個防止翻發同埋斷尾嘅一個作用。咁有冇啲咩穴位可以即時止痕啊，或者係可以改善到皮膚病嘅問題咧？皮膚病咧，大部分咧同啲濕係密切相關嘅，只要可以去到啲濕咧，基本上都可以止到痕嘅。譬如話我哋臨床咧有啲穴位，譬如話竹山里啊、豐隆啊、陰陵泉啊、山陰交啊，其實呢一啲穴位咧係可以明顯可以化到啲濕，養到個氣血，增強到個免疫力嘅。咁通常咧禁完之後咧，個皮膚痕方面就可以得到個舒緩嘅一個作用嘅啦。有冇啲咩湯水咧啱春天飲可以改善皮膚問題咧？呢一度咧，我介紹一個比較百搭嘅湯水，無論你係邊一個皮膚病嘅症型，寒濕型啊、濕熱型啊、血虛風燥啊、抵抗力差等等，都飲得嘅湯水。咁咧，通常咧我哋會加啲土茯苓啦，加啲赤小豆啦、生薏米、熟薏米啦、白華金啦、茵陳啦，同埋牛黃。咁呢一啲咧，通常我哋會加埋冬瓜、加埋佛手瓜、加埋淮山落去，加強一個祛濕嘅一個作用。首先咧，將淮山同埋冬瓜切皮。然之後將啲藥材咧、食物咧洗乾淨，洗乾淨之後咧，大火煲6滾，轉翻細火煲翻1個鐘，咁就 OK 噶啦。製作非常之簡單。唔該晒醫師，大家咧聽住醫師所講嘅，仲要注意衛生，作息定時，希望令到皮膚都更加健康啦。